智勇名區今季5歲由呂健威馬房評分由57上調至69分。版主早於上年12月26日同埋今年5月7日賽事後提供過呢匹馬，上仗於3班跑馬地1650米草地跑入一席第3後，今仗續於同程出戰，改配希威森負124磅出戰。該區於2檔出閘起步後順利於內欄領前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仍保持領先，在最後200米一度與馬努雙雙帶離群區，最後在好地至黏地時間1比39.67及末段24.68以第2名過終點，以全日各場賽事以偏慢至超慢步速下，該場能夠在快標準時間快4.5線完成，還比另一場4班1650米快相差17線。這情況下，此區在領放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，甚為出色。關於此區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。面對全面復甦嘅對手馬努，賽後練馬師羅富傳說馬努今仗孭135頂磅，雖然隻梗跑變化地有根據，但響下雨的情況下負重跑賽前我都有擔心，幸而臨場停了雨，加上有一檔資利守好位，最終末段和亞軍單打獨鬥贏馬。我會部署馬努主攻谷草，除了因為此馬跑谷草比較好外，始終谷草對手較弱，有利爭勝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5歲美國馬今季已見全熟，今季已取得2勝5入位，質素頗佳之馬，相信狀態大勇下今季餘下賽事仍有力爭勝。遇着慢步速賽事更值得留意。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，多謝。馬路我就跟住你跑，結果入直路攞出去中檔呢，咁啊將放頭一隻智勇名區趕過咗，咁啊打搭野馬啦。第3名信心星亦都追過不同世界。入到嚟即係直路階段呢，單打獨鬥，馬路去到呢個階段打搭再贏。潘明輝跑第2名就智勇名區，都甩開後邊都幾遠嘅。信心星就跑過第3。早段直路都係騎唔到嘅，即係不同世界啊！嗰次潘頓跑都係咁，諗解啊，係咯，即係嗰次沙田都係咁啊嘛。係啊，前一場咯。臨尾啊，2隻六格仔嘅馬又包 Q，1搭9。好啦，馬